年一度嘅書展開鑼，傅穎打頭陣到場宣傳，多位靚模無視大會規則，入場為新作造勢。鄭中基榮稱一女之父，身為好友嘅古天樂表示有機會同 Ronald 嘅女女上契。李連杰、黃聖依新片北京舉行記招，戲份唔多嘅李連杰成為片商宣傳重點，佢依然謙稱自己係客串演出。歡迎收睇無線娛樂新聞報道。一年一度書迷咧就去到朝聖嘅地方，書展就正式開始啦。咁雖然話今年嘅重頭戲啦就係各類型嘅電子書啦，而有關嘅專區面積更加係比舊年大7成咁多㗎。不過我深信啊，最多宅男同埋狂迷嘅地方，一定就係啲寫真集區啦，又或者係啲靚模嘅簽名會啊。其實對於咁多人去書展咧，真係唔知係咪一件好事嚟㗎。因為好多人咧都覺得啦，書展就應該係關於一啲學術性啊、文化嘅書籍㗎嘛，而唔係寫真集㗎。咁啊，同埋啲小朋友啦，過去到書展見到好多性感嘅靚模同埋寫真集，可能會被影響到㗎。嗱，不過我相信有一眾嘅靚模咧，都係唔會理咁多㗎啦，一定係會出盡渾身解數啦，吸引每一個喺書展嘅人啦，望實自己。一年一度嘅書展又開鑼啦！自從上年大會禁止靚模入場做宣傳活動同簽名會之後呢，好多靚模都各出奇謀為寫真宣傳。Teresa 傅穎今年就轉型做才女，唔出寫真，轉出散文集，當然就攞正牌入場宣傳啦。不過喺開售前就有疑似盜版 figure 公仔出現，搞到 Teresa 都要澄清一番啊！我好擔心啊呢一個，因為即係始終我都知道，即係內地如果要 copy 一樣嘢，可以 copy 得好快啦，同埋真係可以好似啦。咁但係我真係好想講俾大家聽，就係如果之前即係除咗今日之前嗰啲咧，應該就係假嘅。咁就我都我希望唔係真嘅，即係希望其實係大家諗住擺張相上去話預售咁樣，同埋我見到佢啲價錢都幾高，我唔希望即係我啲 fans 係買啲再貴價啲嘅嘢咯。其實咁會唔會有啲咩方法去預防大家可能啲 fans 受惠？其實即係攞版權已經係即係最好嘅方法啦。咁即係希望大家唔好做啲犯法嘅事啦。而一班靚模都有自己嘅方法，名正言順入到書展會場嘅喎，咁就係以平民嘅身份入場啦。而首次出寫真嘅 Uni 趙哲宇呢日就收起性感嚟到攤位買翻自己本寫真攞個意頭。不過原來佢呢身打扮都有寓意嘅噃。係既興奮又緊張啦，因為始終自己嘅第一次，亦都係今次書展嘅第一個，所以我特登着到大紅大紫嚟呢個書展嗰度賣書㗎。係，但係見你今日嘅衣着就唔係話好性感咁樣。咁其實因為自己都要尊重翻呢個大會啊，唔想話破壞呢個秩序啦。咁其實有時唔一定要着到低胸啊、露背啊咁樣先至係最出位嘅。咁我覺得大紅大紫個寓意亦都係好適合啦。要啱嘅場合着翻啱嘅衫。另一邊廂 Phoebe 許穎就成功以平民身份入場，不過佢貫徹性感打扮，仲自掏腰包拎咗5000蚊出嚟買翻自己本寫真添。不過 Phoebe 本寫真集早前傳出走光疑雲，佢呢日直認就算真有其事都冇有怕。Phoebe 果然大膽啊，就連佢呢日咁性感都唔怕遇上鹹豬手啊！都唔擔心嘅，因為我公司好好請咗2個bouncer，即係陪住我咁樣，所以都唔擔心。而由 Rainbow 率領嘅靚模兵團就以人多取勝，喺下晝浩浩蕩蕩殺入書展，仲聲稱呢個宣傳活動已經向大會申請。會唔會話驚可能會引嚟大會可能會你哋位置？我唔會，因為之前我已經同個大會咧講咗，通知咗話我哋今日會落嚟做宣傳嘅，亦都出版社都幫我哋講咗話會申請落嚟嘅。